大家好，我係香港教育大學言語病理學及復康榮譽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peech Pat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嘅課程主任 Dr. Kevin Yuen。透過聯招報讀教育大學言語病理學及復康榮譽理學士嘅同學要注意啦！今年嘅第一、二輪面試分別會喺6月17號同埋7月24號舉行，面試會以小組形式同埋英粵語進行。作為言語治療師，咬字發音正確、清晰、流暢係好重要嘅，所以喺面試嘅時候咧，我哋會要求同學進行一個粵語發音測試。另外喺小組討論嘅時候，同學亦都有機會需要就住有言語語言障礙或者吞咽障礙嘅案例討論處理嘅方法。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課程裝備同學從事言語治療服務，所以喺面試嘅過程當中，我哋好重視同學對投身呢一個行業嘅志向同埋熱誠。所以喺面試之前，我建議同學多啲認識言語治療師嘅工作、服務對象同埋範圍。言語治療師嘅工作係非常之廣泛嘅，服務使用者嘅對象咧，其實可以由嬰幼兒、兒童、青少年、成年甚至長者都會涵蓋得到嘅。而佢哋嘅障礙咧，亦都包括以下咁多種類嘅，有言語障礙、構音障礙、語言流暢度障礙、聲線障礙、聽說讀寫嘅障礙、學習障礙、認知障礙，甚至係吞咽障礙都有嘅。另外，我都建議同學多啲了解言語治療嘅服務喺香港、中國內地，尤其係大灣區，甚至係全球嘅發展。香港對於言語治療服務嘅需求，有啲乜嘢機構提供相關嘅服務等等，都有助加深你哋對呢個行業嘅認識。當然，同學亦都要了解呢個課程嘅內容，例如課程特色、課程結構、修讀科目等等。大家不妨瀏覽課程網頁，多啲認識我哋呢一個課程。另外，如果同學曾經到過特殊教育機構或者醫療機構服務，特別係同有言語語言障礙或者吞咽障礙嘅人士有相處嘅經驗，你都可以喺面試嘅時候同我哋分享。言語治療師係一個助人嘅行業，我哋需要喺服務使用者前面展現出專業可靠嘅一面，從而獲得服務使用者嘅信任。所以喺面試嘅時候，我哋希望同學能夠表現出專業可靠。而喺儀容方面，我哋建議同學穿着比較正式嘅服裝，打扮要端莊，無論喺衣着打扮、頭髮顏色、飾物配搭等等，都能夠展現出專業嘅一面。另外，同學喺表達自己嘅意見同埋想法嘅時候，需要清晰同埋有條理，因為言語治療師需要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清晰嘅指引，先至可以完成評估同埋訓練嘅工作。另外，言語及語言病理學嘅知識好廣泛，當中包括語言學、醫學、神經科學、心理學、特殊教育等領域。我建議同學多啲探索呢一啲方面嘅知識，而了解自己係咪鍾意修讀呢一啲科目。除咗學科知識，同學亦都要諗下點解自己想成為言語治療師，同埋自己有啲乜嘢可以為呢個行業貢獻。最後，同學可以思考一下言語治療師所需要嘅特質，反思自己有冇呢一啲條件，成為一位出色專業嘅言語治療師。希望以上嘅分享可以幫助大家準備面試，亦都祝大家成功入讀心儀嘅學科。